我都想就是现在魔法时代啊，你看那个各个地方的这个佛教呢，就是表面上看的并不是很兴盛的，就是说实在的，我们这个汉地，这个很多道场，不是说全部，就是有很多道场的话呢，就是有一种成了一种这个商业性和一些女友性的这种道场就看了以后的是，就是找不到一个佛教的古老的这种真挚的这个原始佛教的思想，就是这个真理思想也找不到，传播的这种理念也是没有的。而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拜佛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这种这个平安呐、就是我孩子这个考上这个大学然后生意呢就是做的这个成功发财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真正的精神上的东西呢，你到了这个寺院里面的人呢，他也没有这个需求。即使这个需求的话呢，好多就是真正的这个讲经说法的人呢，就是也很少。然后在我们藏地的话呢，也是的确是这个很多寺院的有些老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纷纷的这个圆寂。然后年轻的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也有这个幻术就各种这个不好的这个一些行为也出现的。好多这个小的一些僧人的话呢，就是国家也是在有时候是也控制，就是要求就是孩子们都要这个上那个国家的这个义务教育的这个学校那这样以后的话呢，基本上好多寺院的是现在有一种就是短缺就是短缺僧人的那种这个危险性，就是老的已经这个圆寂了，小的就是暂时各种因缘就是不让这个成熟，中等的这些人呢，我们外面的什么网络电视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藏地虽然各个地方都有很好的一些寺院，但是这个寺院呢，并不是外在的一个这个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建筑就这不一定叫这个寺院。如果是叫寺院的话那就比较简单。但真正的这个寺院的精髓所在呢，就是佛教的这个思想。在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我有时候在想就是依靠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价值，像我们暂时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佛学院的是包括这个出家人的是有这么这个几千个人，就是一直寄居在这里，就是这是在别的地方呢，就是比较这个难找的。那这个是应该是有很多高僧大德们的这种法缘也有，还有同时呢，我们在这里经常就是念这个度母法门念护法神念很多的，就是包括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就是开发会的时候也是就这么多人很顺利的、很放松的，大家一起在别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可能10个人、7个人、8个人，就是开一个小小的法会的话，那就是中间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委员。但这个缘起呢，应该是由这个一些人的三桥分别就是不离开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很多人就是不三桥不方便，就是对政治对经济对很多方面挂钩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会这个长期这个生存的。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以外的一些本尊和护法神和还有一些就是度母观音就是很多诸佛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威力，就是包括莲花生大师呢魔法时代的时候的一些非常这个强北的就是强有力的大悲的这种格照当当，就是这些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魔法时代，如今这个时代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弘扬佛法和大家共同学习佛法的能力。所以大家呢，把这样的哪怕是开一次法会，听一堂课，这些不要就是看着是时间的一种聚会，就是一定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就是可以说白日当中的一顿饭一样的，就是来这个有一种珍惜之感，就是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一旦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身上也失去了这个机会，或者是我们重集体的这个学员呢，以后长期有什么很难说的，就这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呢，那兰多斯是那么大的这个寺院就是当时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佛教大学之一。但现在的话，就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就是除了一个遗址以外，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已经成了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学院会不会长期这样？我有时候我们现在正在修那个喇嘛金堂，喇嘛金堂的那个。现在的这个设计是那个设计院设计的特别坚固，就是应该光是那个地下的是大概有1米高的这个混凝土就是一般是这个飞机跑道的话呢1米6左右，就是我们有时候我想一旦就是我们这个学院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水泥这个地基的话，那肯定是很坚固的。
我经常有时候一边逛舞场，就是一边是，当然现在正在打基础，我不能像这样不好的，但是呢，有生必有灭，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四边的这个无常观下都会修，所以说我有时候在想，那么坚固啊，那么坚固的话呢，那一旦就是这个佛学院没有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这个还存在怎么样。然后我院子里面有一棵这个树啊，就是这个树好像一年比一年高，就是一年都是接近1尺左右长。然后我想，我死了的时候，这棵树会不会在呢？我有时候也经常看着这棵树，就是就像无常，就是所以我们个人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学院的很多事情呢，确实是无常的。但是，大家在这样的这种开发会啊，就共同这个发愿呢，共同学习的时候呢，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很平常的这个聚会啊，平常的大家的一个什么开会啊，就是一起就是去这个逛逛商店呐、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动到了真正的这个佛教的价值啊。就前辈大德们就是去一次这个印度的话呢，是什么？就是中间是那么这个艰难，但是他到哪里的时候就是有这个佛法。我想我们这里有些居士来藏地的时候就是很辛苦、很艰难，但是也值得。为了就是佛教的话呢，就是也是值得的。现在我们世间的人们基本上是为了一种这个思想，简单的一种思想的是，也要这个花很多钱呐、就是然后到哪里去，就是经常这个苦行呐、就是也有这种现象。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是为了大乘佛法，哪怕是一次的这种这个佛教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得数啊，就是也是大家就是共同努力。从总的来讲呢，就以后为个人也好，为整个这个佛法的一些这个利益呢，就我们就是经常这个祈祷啊，就经常这个发愿，然后呢，就是自己也要勇敢。啊，就是这个轮回当中都需要，就前两天我们讲移民的时候是这个品质是有很多因缘，就是它呢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弘扬佛法的话呢，也需要就是人的力量、非人的力量、菩萨的力量，就是还有护法神很多的力量呢，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苗品呢，就是可以就是存留于这个世间。如果有了它的话呢，那么就是人们呢就是必定会就是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利益。